嚟到呢度咧，可以喺呢度咧幫你搞翻好咧就可以出得到閘。另外嗰個咧就如果入唔到閘咧，亦都可以喺嗰度咧就搞翻掂你個八達通卡。咁啊呢個咧就係呢部機嘅 workstation。你如果你唔得嗰陣時咧，你真係搞唔掂咧，佢亦都有個協助掣、求助掣咧，咁佢個求助掣咧就會連翻係呢個咁嘅系統咧，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睇得到你，知道你同你可以 webcam 對話，問翻你發生咗咩事。你可以俾佢睇。唔需要啦，呢啲你睇唔到我睇到你。即係可以咯，即係可以睇。基本上咧，你哋自己張八達通卡咧，呢部咧可以 check 到你自己剩翻幾多餘額啦，同一般嗰啲車機一樣，亦都可以咧就編翻10次個 transaction log， 即係你嗰個交易個記錄嘅，都要俾錢㗎，你入錢我哋先至會幫你編。咁就基本上咧就車站咧就所有嗰啲電燈啊、齋牌啊、消防系統啊、電樓梯啊嗰啲都全部都係由車站負責控制嘅。咁就大約咧就講完㗎啦。咁大家有咩問題咧？有冇問題需要問咧？一次過已經全部好快㗎，好快㗎。冇問題。有啲系統講一次先就。消化講唔講？記得喺站出嗰度咧就可能會啲掣，因為有啲掣咧一變咗咧就會停車翻站或者停燈。